新光嘅使命唔單止咧係推崇咧粵劇啊或者係戲劇嘅發展啦，甚至乎舞台劇、大型演唱會，總之係本地文化藝術咧，我哋都會致力去推崇，同埋咧係令佢多元化嘅。所以咧一定要做到咧就係東方百老匯之稱啊，好有意思咧。冇錯，事不宜遲咁為今日嘅開幕致慶咧舉行呢個亮燈儀式。好啦，呢個時候咧請兩位嘉賓到台上面咧同我哋主持亮燈儀式。首先我哋有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，歡迎梁生。亦都有請新光戲院大劇場暨盛世天戲劇團創辦人李居明先生，有請兩位。好，兩位嘉賓，我哋一陣一齊數3聲，好唔好啊？跟住咧就係拉動你哋嗰個手上個杆嘅。請大家準備先嚇，準備，我哋一齊數啊！1、2、3，有請。我哋中國人有一句説話，話得道多助。香港粵劇界，我哋愛好粵劇嘅愛好者，佢哋嘅訴求，呢個就係道。呢個道喺香港社會關心、支持底下，得到各方嘅協助。呢個呢，就係得道多助，使得我哋今日能夠重回新光戲院。我哋重新有一個場地可以俾我哋欣賞香港嘅粵劇。我今日能夠企喺呢度面向大家講幾句心裏邊嘅説話，大家能夠坐喺觀眾席上，一陣間我哋有表演者喺呢個舞台上面，我相信呢係香港之福，係各方朋友努力嘅成果。我祝賀香港嘅粵劇界，我祝賀新光戲院，多謝大家。喺過去3個月裏邊，新光除咗嘅基本嘅裝修之外，主要我哋係要活化新光嘅音響同埋佢嘅燈光，並且正式係將佢除咗係可以演粵劇、演唱會同埋演話劇之外，新光而家已經係變成咗係一間數碼嘅電影院，亦即係同時係可以放映電影。喺傳真機構曾景祥先生嘅努力之下，係全世界最靚嘅杜比7.1嘅系統嘅專家嚟到新光，為我哋安置咗呢個嘅杜比7.1嘅系統，令到新光可以喺呢個劇場裏邊擁有世界級嘅音響嘅設備。我哋希望新光喺未來係喺一日嘅裏邊，除咗夜晚可以演唔同嘅類型嘅戲劇之外，可以係隨時變成係一個電影院。所以我哋期待新光未來呢會有一陣爆谷味。
喺我哋細個嘅時候，我哋成日話睇電影賓虛咁嘅場面，我好希望能夠未來新光真係放映賓虛，係俾大家睇翻我哋以前嘅集體回憶，就係去戲院睇戲嘅滋味。新光戲院而家目前嘅觀眾座位呢係1033個座位，呢個係我哋嘅下邊呢個叫第一劇場。咁我哋仲有一個第二嘅劇場。喺呢個第一個劇場裏邊呢，我哋除咗喺今年係保持翻大量嘅粵劇嘅檔期之外呢，咁我哋係有好多其他類型嘅演出嘅。同時，我哋撥出咗檔期出嚟，係邀請春天劇團係演出佢過去4個最經典而係最代表到香港本土藝術嘅4個話劇，係以全新嘅製作係喺新光度重現呢一個集體嘅回憶。喺新光呢，又會舉行大型嘅演唱會，一位又一位嘅超級巨星呢，係陸續會喺新光嗰度獻唱，咁令到我哋最感覺到興奮，就係同我哋香港一齊長大嘅汪明荃小姐，亦係大家最熟悉嘅阿姐，係將會喺新光嘅聖誕節檔期同埋新歷檔期喺新光演出佢嘅從事藝術45年嘅舞台女王嘅演唱會。非常非常之感謝我嘅偶像紅線女小姐，粵劇大師，真係全香港嘅人士都會好激動地歡迎紅線女小姐蒞臨新光。當然今日咧又係非常之感謝呢，在座好多位其實係睇住我成長嘅前輩都蒞臨新光戲院嚟支持，亦係感謝新光戲院嘅所有嘅上下嘅員工，感謝我嘅弟子，感謝各位全部嘅朋友喺呢度再一次係祝願大家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萬事勝意。多謝大家。以前嘅新光戲院係粵劇嘅殿堂，今日嘅新光戲院將會變成新光戲院大劇場。大家都剛才聽到阿大師呢係會話，將來嘅新光戲院會係東方嘅百老匯，會集合粵劇、舞台劇、演唱會、數碼電影上演嘅理想場所。而頭先佢亦都透露過，我阿姐亦都會喺今年嘅聖誕一路跨到去明年年初呢，係有一次突破性嘅演出，去紀念我今年係我嘅入行45週年。其實我個人係好感動，因為一個藝人能夠堅持咗45年呢，其實都唔簡單。我都好想為自己呢係有一啲演出，作為對我自己嘅一個交代，作為對支持咗汪明荃45年嘅觀眾一個交代。我大早聽到我哋嘅候任特首，我好尊敬嘅呢位特首。我最近睇報紙，睇到佢所有嘅講話，同埋報紙登載佢嘅前進走過嘅道路，唔簡單。佢都捱咗好多世界㗎噃，所以我覺得呢，佢因為佢捱過好多世界，所以佢就知道我哋嘅民眾佢嘅生活、佢嘅想法，同埋佢如何能夠做好嘅工作，佢一定會俾我哋好好嘅幫助支持嘅。似
哇！你特登咧為新光嘅開幕咧寫咗一份墨寶，就係新光兩個字。咁呢個時候我亦都想請埋李居明先生上嚟咧，接受你呢份誠意啊，好唔好啊，女姐？我冇辦法話唔好個噃，係咪？女姐嘅墨寶，大家欣賞下啦。新光係佢親自提筆寫出嚟嘅。呢個時候咧，我再一次有請咧梁振英先生啦、女姐、李居明先生、袁海先生咧嚟到台中間呢一度咧，為我哋進行剪彩儀式。另外亦都有請咧汪明荃小姐，阿姐有請，仲有粵劇名伶陳浩球小姐、粵劇名伶蓋明輝小姐、春天劇團團長高志森先生，以及係中英劇團藝術總監古天龍先生，有請咁多位到台上邊進行呢一個別開生面嘅剪彩儀式。咁啊，新光傳統咧就係睇大戲，所以今日咧我哋剪彩咧亦都用翻一個大戲嘅形式去進行啊嚇！見到大家咧着晒大扣出場啦，我哋一齊數咯喎，又下準備1、2、3，喺呢度緊祝新光戲院大劇場再開鑼鼓，推動本地文化藝術作出貢獻。咁今日咧，新光戲院大劇場嘅開幕致慶咧，亦都告一段落啦。喺呢度再一次多謝晒咁多位嘉賓嘅嚟臨啊！希望咧多啲喺新光戲院嗰度咧，其他不同嘅文化活動嗰度再同大家見面。多謝各位，多謝各位。